湾雕的一个品质，其实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比国外还要好。我们自己有养殖渔场，那我们每天在抓那个台湾雕的时候，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的把关，会去试它的有没有臭土味，或者是有没有农药残留，或者没有放药这一些，品质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竞争上就是价格我们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的产品到国外的时候，让大家是试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跟肉质都是比其他国家的比那个台湾雕其实是还要好的。台湾雕在国际行销的第一个那个货柜，由台南渔业公司呢来处理到新加坡，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销部分呢，能够分散过去一直比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部分哦。那从新加坡里头先做起点，那未来呢，不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也会陆续推广这些那个加工品的行销。台湾雕的加工厂的部分呢，过去他们都要送到高雄跟嘉义来做加工，尤其台湾雕的那个产地面积在台南是算全国第一，已经占45%了吧哈。也就是如果第一个运送路途的就近的话，还有增加一些我们就近渔业处理的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在地食材在地处理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那也希望说透过它能够让吸引更多的加工厂能进来，还有我们的渔民的一些渔获可以及时性的处理这样子。将军冷链的部分呢，即将在10月之后呢会交付给厂商来运作。那也会成立第一个在台南市的第一条针对台湾雕的一个加工线。那也期待说未来在去化这些台湾雕的一些生鱼的部分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工处理，然后延长那个销售期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肯定。因此呢，在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有蒲烧雕，也有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品项相当多，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过去台湾雕销售的这个外销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相关的检验都能够合格。这是我们前进新加坡，相信一定能够新加坡市场的开拓，渔民还有我们的农业局都相当有信心，未来还持续会把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台湾雕或者是虱目鱼或相关的农特产品渔产、水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9月1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伫安南区有一间老店，东乡台菜海味料理，除了是台湾第一间素苑3星的台菜餐厅，以及历史餐饮指南消费者上爱，阁是米其林必比登今年连续4年推荐。对此，安南区区长魏文贵团队特别代表市长郑王祝福。现场也体验因的手路菜，邀请大家拢来试滋味。伫台南安南区传承第2代经36档的东乡台菜海味料理，4季无啥店面并无落地，毋过独到一间餐厅一进入店内就是满满人客。记者采访当天并不是假日，叫观光客专程包游览车来品尝日选米其林必比登的料理，而乐名不虚传。听闻很多米其林的美食，但是今天终于尝到了，今天终于看到吃到了，哎呀，非常的，真的是非常鲜美啊！真的是很好吃。那他们有自己的独家特色，一级棒，很棒。我们是从北部专程过来这边品尝的。游客口中料理，就是来自中埔西串水城外河大头西手艺。敢若第一道大尾炒蟹肥米酱的，就是满足有够开。
另外，7个蚵仔搭配在地红葱头轻香的蚵仔面线，以及这道网式沙白鱼、西瓜面的炸鸡酒家菜，这一道一道手路菜，拢是用心传承顶一辈bản岛文化，结合台湾的海味，而且不断研发创新，更落实对产地到产地的绿色餐饮迄种武术。2022年开始，经核选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到今年已经连续第4档。毛区长魏文贵特别代表市长致敬祝贺的红榜。区长在这里特别代表市长来跟我们东乡餐厅道贺，祝贺连续4年能够荣获必比登我们米其林的推荐，相当的不容易啦。那在这里区长也特别推荐我们东乡餐厅。这好食的美食，能够希望咱欢迎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会让来家享用，大家来家捧着。要么持续往这条路，往较早台湾市政府有咧做在辅导，有叫做者米其林的主厨，一寡餐厅也是讲分析因的评鉴制度，互阮知影。我就你也想讲，我凊彩嘛参盘，无想到讲我得必比登，我得奖了，我就愈要求我的团队、我的员工。物件就要做个一致化 ，SOP， 袂当走味，安怎做就是安怎做。时常有人客鼓励因往青基并干来努力，毋过因却平常心，认为维持袂走味，坚持在地有机有鲜的食材是上界要紧。真早我就甲咱的在地有机有鲜产销履历的食材传于bản島这地。虽然价钱较悬。毋过，我要互人客来接受，因为食安的问题，互人客食了愈健康，食了愈自然的物件，甚至嘛当帮助这个农渔民，这辛苦农渔民为台湾这个土地咧拍拼的农渔民，创造双赢。虽然我利润比咱较歹小可，毋过安尼来做，加减做了推广，我感觉这个实质上的意义，会比我的趁钱。来了去较有意义安尼。必比登推荐第1档检菜室主管，那推荐已经连续第4档，就是品质挂保证。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台南做新民营务的国宝郭春福，25当前有做过全台上大顶的营务，即马伊已经75岁啊，佮要来挑战，打造一顶只有1寸半的营务。拄好会使弄入去镜头啊！这嘛算是完成全台上大顶甲上细顶营务记录。画面上的这尊太子爷，高度只有8公分，看到是威严高高水，而且头围只有1寸半，会做成遐尔细尊，是因为有信徒要请到英国风采。这是斗六一个姓姚的因一个后生。伫英国咧留学，咧读博士，要超过毕业班伊想无甲做，你无甲歹讲，无机制是亲像这个无哦，遮细顶我若以阮这个年岁，70、80岁的年岁这目睭可拢看无。知名技师郭春豪也搁挑战替伊亲上配备，打造专业的称款。尤其这顶因无大细，共50块，因价较小共，套伫咧手指头啊，拄啊好，图案细节嘛拢完全保留。制作过程相当无简单，考验着目睭的实力。即摆看到遮小个物件你落甲做，一刀骨免5分钟，伊就。目睭会酸，会流目油，你必须咧在休困。你休困，你毋是讲你做5分钟，你休困5分钟，你就我就能恢复，无法度。要恢复来1、2点钟我就能用个这个目睭恢复起来，佮再继续咧做。这万事万安尼。郭春豪将事金刚超过1家子，是台南新名音乐技术的保存者，帮新名递过1万外顶新物，其中高难度的制作是龙喜门体育宫顶顶马座的球馆，头围5尺，悬1公尺，作品重量超过17公斤，真做是全台上大顶的球馆。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一位63岁先生结婚38年，只也是司机，本身有高血压甲高血脂问题。经过郭总和病院了解咱医生的建议，决定来结婚。半年了后，完全改掉结婚的习惯，展开全新的人生。根据调查，目前台湾结婚人口大约500万，
在门诊的病人当中，大约有3到5成的人需要解分。食粉人口年轻化，每天食粉量平均10当前增加大约14%左右。不过，随着个人健康观念提升，有愈来愈侪人想要解粉，但也不是化解就会当解。这个时阵会当透过解粉门诊的协助解除粉瘾。一般民众在戒烟的过程遇到的一些问题点，事实上我们在门诊的医师跟专业的护理师上面都可以给予足够的帮忙，包括药物啊、咨询的部分。然后我们知道戒烟的过程非常的艰辛，可能在戒断症候群的部分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随时会就有依照的国民健康局它推动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方案来做一些推动执行。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自费或者是有公费的那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可以做筛选。我们知道一些肺癌的问题也日益严重，那所以2手烟、3手烟的民众，如果有这个需求，也随时都可以来我们医院做这一步的评估。各综合病院表示，解粉3个月后，就会当看到肺功能的改善。解粉1冬后，发生心血管疾病危险性降低5成。解粉5到15年，发生中风几率嘛会降低，好处真多。目前解粉药物有非尼古丁以及尼古丁类，其中各综合病院有口服药以及戒烟贴片会当选择。各综合嘛有12位主治医师以及3位解粉卫教师会当协助民众解粉。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新下令总干事交接典礼，今日伫东区登场。下令的总干事叶庆寿交接予新任的总干事叶淑珍，期盼会使继续为台南社区服务。叶庆寿伫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担任总干事3年外来，以丰沛人脉以及社会资源推展各项团务工作，不管是公益服务、旅游活动、终身学习等方面，拢交出亮眼成绩。未来伊将调任到溪头青年服务中心，继续为大众服务。在台南市这3年4个月以来非常感谢我们义工伙伴的一个帮忙让我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甚至也感谢我们新闻媒体也为我报道，然后也让各界对救国团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以往救国团都会被政党把它列为所谓的这些政党组织但是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而且地方的义工都是在不分党派，都是在做所谓的公益服务活动，所以在这里刚好在今年9月1号封调到溪头青年活动中心，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业务我也会好好的珍惜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继续为大众服务。新任总干事叶淑珍表示，伊早期嘛伫咧台南县市服务过，对着台南有充分了解。回来后也将结合成就干部，做好各项公益服务甲教育推广。之前早期也在台南县市服务过，在台南县市服务了大概20年左右了。那所以说我对台南市有充分的了解。那我想说我回来希望能够结合我们旧有的一些义工干部，再继续努力。那当然呢，这10几年来也有新的干部加入，也希望能够新旧传承，做好各项的公益服务。救国团的团务工作，在前任总干事的带领之下，已经奠定扎实稳定的基础。未来也将持续积极推动公益性、教育性、服务性、健康性、永续发展5大职业工作，以义工年轻化、活动多样化、服务在地化、社团公益化为目标，办理多元的活动，以活络地方特色，将救国团的正能量载予社会。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王秀莲建筑展览伫台南创意中心展出，设展团队真用心，佮特别利用古迹的空间，还原建筑事务所的所在，佮展出设计图、模型佮珍贵的历史资料，展现伊对城市地景佮社会服务的贡献。
1952年对新台建筑系毕业的王秀莲，过当取得工业技师资格，申请开业，成为台湾第一位开业的女性建筑师，伫建筑界服务一家子，设计建案将近2000件，伫台湾各地拢会当看到伊设计的建筑作品。伫王秀莲家属的支持之下，设定团队甲文化机关共同规划一场展览，地点选伫咧台南古迹原爱国妇人会馆。我们希望能够呈现王秀莲强调的好的住宅环境是除了建筑物本身，还要有院落。那所以花园跟那个建筑物是一体来，就是庭院跟建筑物是一体来做的。伫展览当中，会当欣赏到建筑原图、模型、影像甲珍贵史料，彰显王秀莲对城市地景甲社会服务的贡献，也佮巧妙运用古迹空间，彰显秀山建筑事务所甲制度远景，互华辉恒是以公共技术呈现其设计的铁花窗意象。就我们现在的铁窗花，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制式，可是事实上从王秀莲建筑师的一个操作之下，铁窗花事实上它是建筑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美感意象投射的一部分，所以有很多的细节是值得大家来认识、来观看。除了静态展览之外，期间更安排建筑主题册展、纪录片放映会、册展讲座甲导览、城市行塔等活动，互观众更踏进王秀莲的建筑视野。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热天是苦瓜大出的季节，你敢知影？其实苦瓜有分真侪种，除了会使来做料理以外，有的苦瓜阁会使泡茶。即马就带你来看卖，无同款的苦瓜有啥物特色？这个是山苦瓜，很苦，很会长。农场主人说，这一株就可以结上100颗，可以长了好几百个哦。一直采，才会这样，一直采头到尾可能采好几百个，最大的这么长。而这个放在山苦瓜旁的迷你版苦瓜是野苦瓜，这个是野苦瓜，晒干泡茶最好。跟着农场主人一探野苦瓜生长基地，随手一翻，结实累累。而这颜色鲜艳、像花朵形状的是爆开的苦瓜。爆开后，这个已经爆开，这都成熟了。这是爆米花呢。爆炸了。随手一采就是一篮，只要一上架，很快就被买走。人家看到就买，他回去可以直接煮那个排骨汤吃啊，比那个大的还要好吃。跟着俊荣老板走进厨房，品尝最当季的好滋味。我会做苦瓜炖汤，这个是我们的改良过大颗山苦瓜啊，这个是我们刚刚摘的小颗苦瓜，对，然后还要放一个我们的肉桂、野姜花，还有我们的柑橘，我们的这个茶包。等待汤头滚沸后，再10分钟，鲜美的苦瓜鸡汤就出炉喽。非常清甜，然后会带有苦瓜的一个它的香气，然后还有淡淡的野姜花的味道，非常清爽，很适合夏天喝。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不妨到农场亲自体验苦瓜的魅力。不论是料理成各式汤品，还是晒干泡制成消暑茶饮，我们洗干净之后，对，我们等一下泡热水，我们可以拿来泡茶，都是夏日养生的绝佳选择。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高雄车站新站启用了后，车站头前的中山路，唔但成为民众打卡的新热点，佮意外出现一段波浪形路边。去引真侪旅客来翕相。市府解说，这是因为排水需要所设计，并无安全的顾虑。高雄车站全新站体亮相过后，中山路前的景色成为了来往旅客热门的打卡景点。正对车站有着新旧站体的历史传承，而望向背后，则可以清晰的见到高雄市的中轴线，让这个地点正反怎么拍都好看。时常都可以见到民众停下脚步，拿出相机记录这全新的都市景观。你有这边打卡拍照过？没有，但是是不错看啦。对，还不错啊。以前的回忆啊，年轻的时候坐车啊，对，正反面配合都不错。现在新的建筑啊，就看起来跟以前差很多，这个新旧交替，所以现在也来怀旧了。以前的车站跟现在那差异很大。
而面对中山路的这片景象，还可以发现一处小彩蛋。仔细看来往的车辆都会有些起起伏伏的，就好像行驶在浪尖上。透过远镜头观察，整条中山路就好像波浪一样。民众表示，平时没有注意看都不会发现，觉得新奇又特别。它是个波浪状的，你有发现这件事情？没有还蛮特别，真的蛮特别的。对，我知道是那边有一条幸福川吧。所以有那种波浪。对，会有一些波浪起伏啊。不过开车的话，影响是不大。其实这条波浪形路面并非因为施工不良所造成。市府道工处解释，由于路段通过幸福川，为了因应排水需求，路面设计会有些许拱起，实际行驶起来并不会影响安全，民众并不需要担心。高雄火车站站前中山一路。它是从建国三路到八德二路，因该路段因为横跨幸福川，那当时为了排水断面，所以拱起过路的箱涵顶板。那这个部分，我们工局在道路跑铺的时候，为了衔接幸福川的箱涵顶板，所以我们在高层上有去顺接。高雄车站新站体启用过后，不再单纯只是交通运输的枢纽，更透过景观设计与运体升级，逐渐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与旅客体验的新亮点。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新北市树林车头最近有一张非常特别的文展览，予在地里长带领长辈加里面，做伙将生活变成画作，予旅客伫赶车的时阵感受到温暖的艺术气氛。走进台铁树林车站的大厅，一旁的空间竟然变成艺文走廊，墙面上展出的猫咪画作，神态悠闲，仿佛正在享受生活的慵懒时光。还有各式各样的风景图画，这些都是出自在地居民之手的作品。树林千岁尊福彩绘人生展开幕式，吸引不少旅客驻足欣赏。我们的长辈们就是很勇敢的站出来，就像我今天穿的很久没有穿的正装，其实我们就是很感谢他们，然后也鼓励他们，就是勇敢的站出来，然后就是把他们作品呈现给大家。很难想象，在5年多之前的时候，那些长辈们其实他们是连绘画的基础是完全都没有，连在他们写名字，其实有些都还会紧张。我们这5年呢，慢慢的训练他们，让他们这样慢慢的学习，其实他们有这个今天这个莫大的勇气，可以站出来，然后在树林车站这个地方做出展览。其实看到他们很开心的笑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5年多来的辛苦，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想各位从家居身后满满的乡情，各位就可以感受到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参与程度跟热情。那其实我刚刚在也跟区长还有理事长、包含里长也在分享说，树林这个特色，我们每年会办的一个树林嘉年华，这么有机会借由在地的这样的一个长辈他的一个描述，还有很多的一个市民朋友的一个参与，让我们在地这样的一个特色文化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呈现。我相信可以带起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一个全民关注的一个氛围，而且也可以让我们今天参与像古达长辈的一个作品，可以有更多人被看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许也是我们提升我们在地文化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法。那当然了，今天我们的郡府里的里长，我们的就是苏林和苏里长，他长期在做这一块，真的把他的一个我们树林的郡府里变成一个很有艺术文化的一个领域，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简单，也大大的一个赞。这场展览由郡府里长苏一和号召社区的长者与里民共同创作，作品里能看到老街的场景，展现当地独有的人文风貌。希望借由展览，让更多人看见树林在地的特色，也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把创作融入生活。平常的时候，他们就有学画画的时间，那今天算一个成果展。那我们也看到说，很多的长辈他们在他们的闲暇时间来画这个画的时候，今天看到都是他们的人生的经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所看到的跟老人家看到的是真的不一样。我们的长者他看到的是他们人生的阅历，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年轻人在我们这一代看不到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些长者，他们愿意出来把他们人生阅历跟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再次重现给我们看，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可以看到说，过去譬如说我们的现代式厨房跟过去的厨房是用烧柴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我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长者，这一定会有成就感，因为在家自己闭门造句的话，没有呈现给人家看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来到这边，会看到很多的民众，他愿意来这边做一个打卡的动作，或者是一个拍照片的动作。其实对我们很多的长者，他就是一个鼓励。那有鼓励的话，我相信长者会愿意
更多时间的走出来，然后呈现他的很多的作品给大家看。不然从第一台在家看电视，从第一台点到第100台，对他们来讲也只是等着时间过而已。那还不如让它多出来，其实可以让他们看到外面更多的世界。展览一路持续到9月底，透过缤纷的画作，把繁忙的火车站打造成一处兼具艺术与人情味的公共艺廊，让人来人往的大众有个理由慢下来驻足欣赏。记者施高新北采访报道。感谢您收看9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万晶，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